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下吧》。今日民族有天地一个内山公路来到峨眉亚岛毕业，在我身后这间教堂，现在呢是一间油派面包店。听讲寒天暑呀，采天农民开出新的路哦，来你看呐！哇哦，我现在旁边有刚烤出来的这个窑烤面包。老板娘，请问一下，这是面有什么口味呢？这个是东方美人茶加上红豆。我们是当季的桶干的时候出产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做成酱，再把它做成面包。那我就要一个东方美人茶红豆的，跟一个桶干的。好，然后大家进去，里面教堂啊，非常的宁静。我们大家进去吃，一定可以有不同的感受。江大哥怎么会想要把这一间教堂啊变成是窑烤面包店呢？前日20多年，大概民国96年，是上点搞到俺酱的面，然后重新焖打过来，放在下客里的，是小贩这样的面粉酱来用很多面，好吃吗？那个酸甜，而且有个油派面包，松贝啊皮有一些油派跟小米。对。其实啊，这个桶干刚好，我们就顺带教观众朋友讲好了。桶干的视线就有人叫痛干。痛干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教观众朋友讲这个教堂的客家话。叫做高筒。这间店原本是做废弃教堂，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句子，就是两间店妹年代黑颜房铁嘅高筒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来到峨眉的这间天主教堂，透过理事长把大家凝结起来，重点是把这个社区加入新的活水，而且也成为我们台三线上面很美丽的人情风景哦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教堂，高筒。第二个呢就是桶干，桶干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到这间店原本是做废弃教堂，呢间店呢年代黑颜房铁嘅高筒，呢间店呢年代黑颜房铁嘅高筒，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下一次也去看看吧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